榕樹下聽早讀，輕風吹過佛學堂。舊時走廊跑過的細路，今天已高過校費。你教我明智謙卑，放教堡裡藏星象。就算他朝落四方，願你找到智慧曙光。長鑫星輝65載，傳承感恩，共建未來。由於是佛教黃卓恩小學繼續培育一代又一代嘅社會人才。今日係香港佛教聯合會佛教黃卓恩小學舉行65週年藍寶石禧校慶典禮嘅大好日子，康蒙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梁子穎先生 MH 親臨主禮，黃卓恩小學同仁得以一沾風采，以靈教益，自感榮寵，更蒙在座各位嘉賓大德撥冗光臨指導，並蒙各位善長、黃卓恩校友同埋家長持續捐贈學校發展基金，至心感銘。本人謹代表黃卓恩小學同仁向各位致熱烈嘅歡迎同埋衷心嘅感謝。入到嚟每一個都同我講早晨，有位特別有佛相嘅小朋友更加話請慢慢行，係特別有一個誠意同埋愛心喺度。咁啊特別係我聽到咧就係呢間學校嘅孩子們咧從心出發講出嚟咩咧？講出我好喜歡上學。咁啊呢個純真嘅心聲，正係咧我哋踐行新時代教育理念嘅最佳主腳。咁承蒙各協作嘅團隊傾力嘅配合，咁專業嘅精神嘅幫助，使到校務蒸蒸日上嘅，繼續咧就向往開來。咁亦都係感懷家長，呢個係最重要，就係鼎力嘅協作，係送你哋嘅子女嚟到我哋學校讀書啦。咁同埋咧係共育英才嘅特別嘅可貴。2、3，切蛋糕。長鑫星輝65載，傳承感恩，共建未來。黃卓恩小學生日快樂！我好希望我哋嘅佛教黃卓恩小學係從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底下，學會正知正念嘅價值觀。第二樣嘢，學校好似一個小社區，我好希望我哋學生學習點樣同人溝通，識得如何相處，識得點樣表達自己嘅需要同埋自己嘅想法。第三樣嘢，我希望我哋嘅學生唔係淨係識得書本上面嘅知識，除咗書本上嘅知識之外，我希望佢哋可以透過一啲嘅體驗式嘅學習活動裏邊學習到一啲嘅技能，將呢一個課本上面嘅知識融匯喺生活當中。希望佢哋長大之後識得點樣去解決同埋克服一切嘅困難，長大之後揾到自己嘅夢想，為社會作出貢獻。多謝大家。